马天大姐。是的呀，姐。是。哎个，这茶叶就是丢钱去嘛的。阿嘞，丢钱也那么些，茶叶谁抽嘛的呗？你的是呢？哎个，什么东西洗不多哎？呀啥？可是对不对？那不脏了那不找个举子。脏嘛也。呀，说的。二哥。那马晓得，马晓得。点鼓的。俺的地说的对不起。还是一不用着鱼。不打你们多少？你们多少？啊，不有是的，大把好了去落啥个都多。过嘛的呀？嘛的嘛。能举出了手的话，一年多，比俺们让看了手的同对过吧，今天入这3道口的。他过节下了节，他庭上不过，看差不多不生生你个，俺让就看了就说没得等嘛都，呀，听说的，对不起。呀啥，这么说这个，走了，来，不落了。